来看新的台北市长蒋万安，今仔早起去市政府甲市长郭文德交接。郭文德是列出24项立管的事项，嘛提醒蒋万安，台北市的财政嘛是个真困难，得爱认真做，才有法度改善。外界是真关心市政团队的名单，蒋万安是强调讲，会这个在找时间来对外公布。伊个讲，这就亲像煮饭共款，得爱煮较久的才会香。针对争议不断的大巨蛋，蒋万安嘛讲，伊将临一档内底，会互大巨蛋完工启用。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甲台北市长郭文德送的社会主体总书接落来，蒋万安也以音乐会的门票回礼。找5蒋万安团队甲台北市府进行市政交接讨论会，郭文德讲，未来市府会遇到的问题，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政令摊牌，另外大巨蛋的问题也考验新任市长的智慧。最困难的应该是财政纪律，因为这要很大意志力，因为大家都很想讨好大众，所以很容易用钱就比较松了。那还是要交代哈，第一个欠债是要还的，第二欠债是要缴利息的。我一上任就会面对包括跨年晚会、春节以及明年台湾灯会在台北各市府相关好的政策，我们一定都会延续，同时也会进行滚动式的检讨。30分钟的关门会议，由现任副市长裴振兴报告24项府级重大交接案件，包括社岛、大巨蛋、社会主体多次更新等等，更较详细的业务交接，会搁再由裴振兴参蒋万安团队的立委林奕华安排。另外，外界也关心蒋万安的内阁名单会在什么时阵出炉？如果大家有煮饭的经验哦，这当中不能把锅盖一直掀开，一定是饭要煮好。甚至要等久一点，再把锅盖掀开，饭才会香。蒋万安对内阁名单无愿意讲好明，伊也讲希望郭文德会使加做伊未来的市政顾问。过邀请郭文德伫下年活动做阵讲台，郭文德现场针对这2项邀请拢无明确答应。记者郭文德随台北报道。